近些年来，穿越电视剧的势头在亚洲一直强劲，每个地区都有着一定量的穿越剧，其中大热作品不在少数。泰国穿越电视剧也有着不错的表现。你看过的泰国穿越剧有哪些？觉得最好看的泰国穿越电视剧是哪部？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泰国最经典10大穿越剧。一情牵两世，情牵两世是由泰国达尔斗公司出品，卡麦尼耶梅肯和阿卡潘纳玛主演的泰国电视剧。该剧讲述了女主人公 Mani Jane 借助古董店的破镜子穿越到100多年前的故事。女主从古董店买了面镜子，这是面有魔力的镜子，能通过镜子穿越时空，镜子把女主带回到过去。对于穿越，女主很是抗拒，不断想着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但女主不知道怎么使用镜子，而且还需要一块手表才能回去。每个人都怀疑她是谁，从哪来。天生一对，天生一对是由泰国 Broadcast Thai 出品，Fawat Pananka Series 指导，Nong Runesha 担当制作，莱尼卡彭 Pop Sandwat、Susira Angelina Nana 等主演的一部穿越题材的电视剧，于2018年2月21日在泰国 CH3 播出。该剧讲述了女主生活在现代，却阴差阳错穿越回了泰国古代大成王朝，邂逅男主，发生了一段纠葛的爱情。穿越时空寻找爱。穿越时空寻找爱是2010到2011年 Exact 公司制作，苏格丽威塞哥、辛扎伊本班尼、巩爬松对贤格拉等主演的电视剧，于2011年4月23日在泰国舞台 CH5 播出。该剧讲述了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1992年，一个名叫 Pace 的男子在酒吧驻唱，梦想有一天成为著名歌星。Pace 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女朋友叫 Free Pim， 陪伴他身边，给他鼓励。可是 Free Pim 的父亲不喜欢 Pace， 并且计划了 Free Pim 和 Pete 的婚约，于是 Pim 和 Pace 一起私奔。穿越时空的爱恋。穿越时空的爱恋是由泰国演员 Thai、Netpo、Leo Wanit Donat Monis Nampona Rotan SK、Lima Moropis Jalkurising 联袂出演，讲述大成王朝时期的贵族小姐穿越时空调到了男主家。女主穿越一段时间后当上了演员，她一直想回到过去。后来男主和女主一起回到了过去，历经了重重磨难。月光项链。月光项链是2006年的泰国古装电视剧，由 Rita 和 Rom 主演，泰国电视3台播出。故事讲述现代的男女因为月光项链而将远古时期的神秘且复杂的爱情一一揭开的经历。Putty 是一名爱冒险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家，在他女朋友 Melanie 出版的 Time Magazine 当作家。有一天，精神病院中的 Dr. Myung 给了他一个鸟的雕像， Putty 知道这是能进入 Pax Jamjong 一个古老的寺庙的钥匙。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是2011年上映的泰国剧情片，由 OM Pancake、Commonit Jamicon 等主演。影片讲述了女主从古董店买了面有魔力的镜子，镜子把女主带回到过去。女主不断想着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但女主不知道怎么使用镜子。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女主遇到男主并坠入爱河。魔法床。2017魔法床是由阿塔彭提马告执导，戴维卡霍内、马里奥毛瑞尔主演的泰国电视剧。该剧于2017年10月30日在泰国3台播出。戴维卡霍内扮演庄园女主人 Prenuan， 马里奥毛瑞尔扮演王子 Lopen 巴。热血先逝。热血先逝是2015年 Om Ekpan Matra Michael Fat Dad 主演泰国电视剧。故事开始于富有的泰国贵族后裔 Cyril。Michael Fat Dad Sangwon Komdi 饰演，他的弟弟是 Cyril， 在母亲要求下带领母亲的美国朋友去大城游览。在这里，他遇到了迷茫困惑的莫恩斋，并且和他成为了朋友。就像命运一样，泰剧像命运一样也叫情由注定，讲述了女主身为一个喜欢看小说的现代女孩，她非常沉迷于浪漫小说故事，过于沉迷的后果就是女主都已经有些无法分清小说世界和现实世界了。有一天，她买到了一本叫做《情由注定》的小说，然后巧合之下，她竟然穿越到了小说之中，变成了小说中的女主。每次打开书，她都会穿越到书里的世界中，还遇到了身为君王的男主石爱的死亡咒语。该剧讲述对现实充满失望的女主请求神婆魔法相助，被送到了3年后的未来。3年后的她居然结婚有丈夫了，是她的丈夫还喜欢扰乱她的身心，于是女主就千方百计想回到最初的人生，可却在遭遇各种磨难中不小心将心交给了男主。当时光之轮重启，女主回到现实世界，开始寻找未来的她之旅。